各位原主大家好，我是茅山吕山派百福堂的黄道乾，既是茅山吕山派传人，也是陪大家拆解情感风水、解读易经命理的命理师。今天不绕弯子，先把2026年丙午年属羊人的核心结论放在前面，记住这一句话就够。2026年丙午年属羊走五位六合，太岁合你，贵人多，事业能上台阶，感情整体回暖，但丙午火旺，对你来说也是火炎土燥加阳刃，脾气急，爱吵架，烂桃花多，容易漏财，心火旺，这是今年的硬伤。接下来我从易经的干支、卦理、食神角度给大家讲最实际能落地的内容，不搞虚头巴脑的，每一条都能直接照做，今年就能避开坑，抓住机遇。第一，2026整体格局，先把今年的命理格局讲透，大家才能明白为什么有机会有隐患。核心就4点，很简单。第一，流年2026是丙午年，对应易经里的天火同人卦，离上干下，寓意今年人际和谐，容易得贵人相助，但也容易心浮气躁，想法不切实际。第二，属羊人的本命未土属于坤宫，土里面藏着木和火，本身就容易急躁，今年再遇到丙午火年，火上加火，就更容易上火冲动。第三，流年与本命的关系五位六合，这是大吉的格局，意味着太岁护着你，今年贵人多，资源多，不管是事业还是感情都能得到助力。而且丙火是正印，生着未土，相当于有长辈上级帮你做事更顺。第四，核心隐患，午火对属羊人来说是阳刃，火过旺就会导致火旺土焦，再加上比肩争功，天空星虚浮，简单说就是机会多，但容易急躁冲动，说错话，看错人，计划想得好却落不了地。一句话总结，今年是近7年最好的一年，机会和贵人都在，成败的关键就在你能不能管得住脾气，管得住嘴，管得住冲动。第二点，事业运，今年绝对有机会上台阶，但坑也不少。先讲吉凶，吉的方面，官印相生，六合太岁还有太阳吉星加持，今年会有男性贵人，上级提拔你，有机会拿核心项目升职加薪、考证或者扩大业务，尤其是体制内国企大公司的原主，优势更明显。凶的方面，天空星加阳刃作祟，容易想法多，执行差，爱画饼，口头承诺，谈合同容易漏细节，还可能被同事抢功，团队内耗，白白浪费机会。行业上最适合火土相关的体制内国企大公司，还有教育、文化、设计、工程、地产、能源，做这些行业今年能借助火土相生的气场，事半功倍。创业的原主今年重点是稳扩，别盲目跨界，而且太阳星照远，适合做外地或者线上市场，比做本地线下更顺。会发生什么？怎么做？上半年贵人迎门，机会扎堆，是找机会抓资源的好时候。中夏季火旺，容易吵架，产生误会，出现合同纠纷，还会经常加班爆肝。上半年和下半年的付出会兑现成果，但要防小人秋后算账。我给属羊原主们一个建议做法，记好3条，直接照做。第一条，所有重大事情只信白纸黑字，不管是沟通还是签约都要留痕，比如聊天记录、邮件，避免后续扯皮。第二条，功劳让3分，别争风头，尤其是农历3月和5月，容易被人嫉妒抢功。第三条，农历4月
和8月是天空星期，想法再多也没有用，一定要写成详细方案，加上时间表、责任人，别只画饼不落地。情感上今年整体回暖，不管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都有好机会，但也容易出问题。重点讲怎么避坑抓正缘。整体情况，今年桃花比2025年旺很多，有正缘机会，但会夹杂一些烂桃花，容易看错人，白忙活。及时记好农历5月、9月这3个月份容易遇到条件稳定、务实型的对象，是脱单的黄金期。核心问题，火旺心急，容易一见钟情，冲动确定关系，结合相处没多久就吵架分手，白白消耗自己。做法很简单，慢下来，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，先看对方的人品、责任心、三观，别被一时的情绪和甜言蜜语冲昏了头脑，别闪恋，别冲动。那有伴侣和已婚的原主，今年有机会一起扛事，见家长、备孕、置业，感情会更稳固。但问题也很明显，你容易情绪差，说话冲，还会冷战，翻旧账，矛盾比往年都多。导火索大概率的原因，主要是你今年压力大，不耐烦，控制欲变强，而对方会觉得你忽冷忽热，不被理解，慢慢就会产生矛盾。3条实操做法记好。第1条，农历5月尽量减少争执，重要沟通，比如谈未来啊，解决矛盾啊，避开这个月。第2条，每天花10分钟软沟通，别再说你总是怎么样，改成我需要你怎么样，少指责，多表达需求。第3条，别把工作情绪带回家，否则一点小事就会闹得不可开交。不管是单身还是有伴侣，今年都要记住，别冲动，别急躁，情绪管理决定你是否脱单，感情升温还是分手冷战，尤其是在农历5月，一定要控制好脾气。第4点，如何避讳，注意什么？这部分是重点，每一条都能直接照做，避开这些坑，今年就能少走很多弯路。方位大忌，正南方位，5位既是太岁方，也是阳刃方，这个方位一定要注意，不能乱碰。住家办公室的正南方，别动土，装修别放红色的装饰，堆杂物床头也别朝南，否则会加重火气，脾气更暴，麻烦更多。少去，长期出差、旅游、投资，尽量避开正南方的城市。正南方保持干净安静，可放一盆小盆水，或者黑色摆件，泻火稳固气场，化解煞气。5行与颜色的避讳，忌讳大红、亮橙，这些火气重的颜色会加重阳刃煞气，让你脾气更暴，心更浮躁。米黄、咖啡、土色能稳土，还有黑色、蓝色能泻火。平时穿衣买东西尽量选这些颜色。饰品忌戴马形饰品，火上加火会加重隐患，宜戴玉石、黑曜石、金属束圈，能帮助你稳固气场，泄火气。人际避讳，肾交属牛属狗的人丑未相冲，戌未相刑，和这2个生肖的人深交，容易有纠纷，被拖累，不管是合作还是相处，都要保持距离。远离嘴碎、负能量、爱画饼的人，今年小人藏在熟人里，别轻易掏心掏肺，避免被算计。行为避讳，第1，忌讳冲动投资、高风险投机，比如股票、币、虚拟盘，别大额借钱给别人，别把口头承诺当合同，容易漏财扯皮。第2，当众顶撞上级，抢功，说话太急，今年阳刃年，祸从口出，一句话说错，可能就丢了机会，得罪了人。第3，忌讳熬夜、暴饮暴食、剧烈运动、逞强。火旺之年，这些行为会伤心脏、血压、眼睛，还容易上火、失眠。会发生什么？
按事业、感情、财运、健康的优先级，给大家讲今年大概率会发生的事，还有具体应对方法，直接照做就能避开坑。第一，事业上会有贵人拉你一把，给你好机会，但你容易急躁，说错话，计划执行卡壳，还有被抢功、合作纠纷的风险。如何应对？机会来了，3天内回复，7天内出方案，别拖延。开会谈判少说多听，结论一定要书面化。农历5月和9月低调做人，多做事，少表态。第二，感情上，单身会遇到桃花，正缘和烂桃花一起到，有伴侣容易因为压力吵架、冷战、翻旧账。如何应对？单身新认识的人先做1-2个月朋友，别闪恋。有伴侣的火旺月，减少争论，多陪伴，少讲道理。第三，财运上正财稳定，工资营收不会差，偏财会有但不稳定，容易因冲动消费、借钱、投资亏损漏财。如何应对？不碰高风险投资、大额支出、借钱，冷静一段时间后再去做决定，别冲动。第四，健康上心火盛，失眠、口腔溃疡、血压波动、眼干、小磕碰、交通意外风险上升。如何应对？少熬夜，少碰辛辣食物，多补水，多静坐冥想。农历5月避免长途自驾、夜间赶路。最后给大家4句时辰预测，不包装不夸大，都是结合易经命理得出来的。第一，2026年是你近7年最好的一年，事业真的能上一个台阶，贵人也会实实在在出现，一定要抓住。第二，感情能回暖，单身有正缘机会，有伴侣的能更稳定，但最终是分手还是更恩爱，全看你能不能管得好情绪。第三，成败关键不在于你的能力，而在于控火，管住脾气，管住嘴，管住冲动，今年就能顺顺利利。第四，农历5月是全年最大的坎，熬过去，下半年收获会更多，熬不过，容易事业、感情双受挫折。各位属羊的原主，今天的易经命理解读就到这里，全程都是干货，没有虚的，每一条都能直接照做。想知道2026年每个月的事业、感情、财运、健康走势，告诉我你的出生年月日，我可以帮助你精准排盘，标注签约、表白、避灾的关键吉日。私信或评论区留下你的生辰，我会为大家一一回复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黄大钱。